对明年开始呢，这台北市敬老卡会当摕来浸温泉，那安尼呢，对明年7月开始，搁再增加敬老卡的点数，对本地480点增加到600点。也有机关提议讲，看敢是会当增加唱 KTV 的服务，或时代有丰富的休闲活动。74岁阿伯阿姆伫咧下晡来到公园运动，因出门坐大众运输，拢是用政府提供的敬老卡，一个月有480点，等于是480块的车钱。明年7月开始，搁要增加到600点，听起来是袂歹。不过阿伯讲点数若是会当累积搁较好。你的有诶无坐车，你也无迄落，无得用，家己有赛车时，无用到时嘛是要叫转去啊。你若日子死的是对咱大概拢较公平啦。敢会当累积台北市政府也搁爱讨论，但是台北市政府有先决定要增加服务，未来敬老卡会当摕去浸温泉，上紧伫咧明年过年进前实施。有关敬老卡点数加入泡温泉可扣点，单次扣点60点为规划方向，目标在农历年前能顺利成行。有议员也提议看卖是毋是讲会当增加唱 KTV 的项目，或是带招朋友开包厢来唱歌。即马吼，咱咧演绎讲会使来唱 KTV 啦、唱歌啦，咱会使去选择一寡合法的业者吼。KTV 互因下晡的时阵会使招一寡朋友去甲 KTV 唱歌，搁有物件通啊食。听到未来会当浸温泉，阁有机会唱 KTV， 阿伯阿姆真欢喜，随唱一首来顶歌声，希望明年敬老卡毋若坐车，阁有食也有爽。好在有你的鼓励，甲我照顾，陪伴我强度坎坷的路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